主任咧，我牙齒太醜啦，點樣可以美化一下？牙齒變黃點樣美白？我要唔要話佢知？想牙齒變白就唔好再買啲美白牙貼搞壞自己啲牙啦，不如考慮下以下3種方法。第一，冷光美白，主要係靠過氧化氫或者過氧化尿作為美白劑，令牙齒表面嘅有色物質發生氧化還原反應，從而漂白牙齒。呢種方法好安全，對牙齒同牙齦都冇影響，效果亦唔錯，適合有復斑牙、四環素牙或者牙齒本身偏黃嘅人。第二，洗牙噴砂，如果你中意食煙、飲咖啡、奶茶、紅酒或者牙結石比較多，洗牙同噴砂就好適合你。噴砂嘅高壓氣流會將微小粒粒噴向牙面，幫助清除牙齒表面嘅頑固牙跡同色素，等於幫你啲牙徹底沖一次涼。第三，牙貼片適合嚴重腐斑牙或者四環素牙，又或者對牙齒美白要求極高嘅人，做完效果又白又自然。牙貼片薄薄一層，唔會唔舒服，不過需要磨走少少自己嘅牙，磨咗就冇得翻轉頭。做之前要慎重考慮。算啦，我都係唔話佢知啦。